我们要读嘞，这个说过路嘛，就係讀加讀讀。哎，那手镯哎，我们摸一，我们我记得，是那是哪带？我们一考察去。来，这边呢手镯。来，这子来对，我就对了。对，农活我们搞到了都是补的，但是嘛，这他有一老一下家有只买一家碰的他们，不过是。这他那香港是补嘛，香港补就是补的他。哦。啊，边个都好像都补是3个月车子呢。这边嘛，也就是饭呀，等嘛不，落豆不炒，有个不是晒油是啊，不都是落点炒的他们，有做好米的，不做累了有不做焖做点的是好像，要有这点子啊。太辣。有这个嘛有，我出来这么说吧，他路里边有些嘛，俺都钱嘛出来，也出来嘛，用那些包子呢，就是不敢哭嘞，哭得那个叫哭。呀，那是摘的眼搞多了嘛，那哭嘞啊，